嗱，呢個就唔得啦，呢個直情係違反公務員守則。你要政治中立噶嘛，大佬啊！因為換咗個特首之後，你一樣係做緊公務員噶嘛，點可以咁樣呢？哇！而家都冇得計噶啦，原來知道佢黃袍加身，揀在帝心。阿爺認為一定俾佢做，即使佢而家未話自己要做，大家都冚冚青，驚死執輸，係嘛？大家都要捧佢，大家都要勸進。即係有時諗諗下，喂，呢啲千幾年之前嘅話意，或者千幾年之後，喂，係咪應該要稍為調整下？好核突咯，係咪？勸進點解唔勸退咧？我哋嗰陣時勸退，叫你董建華退，但係有冇公務員夠膽勸退咧？點解而家調翻轉勸進就咁積極咧？嗱，呢啲真係，如果你問我，係受咗2000幾年嗰個專制帝王統治嘅遺毒所影響，勸進都係唔值得推廣嘅。武則天掌權40幾年，喺佢主政期間，雖然為咗打壓異己同埋威懾朝臣而用盡各種狠辣嘅手段，但係喺政績方面，佢做得非常出色。喺用人方面，佢十分有眼光。狄仁傑、宋璟、姚崇呢啲歷史之中著名嘅良臣，都係佢一手提拔同埋加以重用。另外，佢又進一步改善科舉制度，令到更加多冇靠山、冇背景嘅平民人才可以有官做，服務國家。而由於佢實行咗一系列安定民生嘅政策，令到喺佢管治期間，全國嘅戶口由400幾萬增加到600幾萬。對外方面，佢對於鞏固邊防做咗唔少嘅功夫，令到中國嘅聲威進一步壯大。今集介紹2個成語，第一個係黃台之瓜。黃台之瓜呢個典故咧，係出自李賢嘅《黃台瓜詞》。武則天嘅第二仔李賢被立咗做太子之後，佢自己都戰戰兢兢，恐怕不能保全性命，因為佢大佬李弘就係俾呢個武則天所殺。呢位狠心嘅母親為咗鞏固佢嘅權力，不但殺咗好多唐朝嘅宗室弟子，連佢自己嘅親生仔一樣都唔放過嘅。所以李賢又擔心佢啲兄弟可能好難保存，於是就寫咗呢個黃台瓜詞，希望啲兄弟警惕，又希望可以傳到母后嘅耳中，佢自己會有哀憫之心，放過佢哋嘅兄弟。呢首詞就話：種瓜黃台下，瓜熟子離離，一摘使瓜好，再摘令瓜稀。3摘猶尚可，4摘抱萬歸。佢意思即係話，黃台之瓜何堪再摘？呢啲黃台瓜熟咗之後，開始就要即係所謂子離離嘅意思，即係吊吊揈嘅瓜熟蒂落。啲瓜不能夠一摘再摘，到最後你摘晒之後就得返條藤嘅啫。個意思就真係好明顯，就係何堪再摘？李賢嘅黃台瓜詞真係可以同400幾年前曹植嗰首詩《七步成詩》相比美，都係講骨肉之情，都係動之以情。曹植話：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係想話俾個大佬曹丕聽，喂，我哋大家同一條根出嚟嘅，係嘛？你係點解要迫害我咧？嗱，李賢佢亦都係想動之以情，但係呢一首詞係充滿淒怨無奈嘅。4兄弟已經有一個死咗啦，好快又可能輪到自己，仲有嗰啲兄弟又點樣去保存佢咧？所以就希望啲兄弟有所警惕，又希望個母后乃念係親生仔，放佢一馬。但係虎毒不相宜呢句說話對武則天係完全不適用嘅。李賢結果貶為庶人，去到巴州更加俾呢個武則天派人將佢殺死。香港回歸之後，人大常委會一而再，再而三解釋基本法，真係黃台之瓜何堪再摘？
1999年嘅6月，為咗否決終審法院就居港權嘅裁決，釋法。04年為咗否決07、08普選，釋法。今年嘅4月下旬，為咗特首補選嘅任期爭議，釋法。唔通基本法真係咁脆弱？基本法真係咁千瘡百孔？如果係嘅話，就不如修改基本法啦。既然係根本大法，點解個權威會蕩然無存到呢個地步呢？一而再，再而三去解釋基本法，只會令到香港嘅法治制度蕩然無存，亦都令到香港基本法嘅權威蕩然無存。基本法係根本大法，係唔可以隨意解釋，而且解釋權大部分係屬於法院。就算人大常委會要解釋，都要按照基本法第158條個程序，即係話由終審法院主動提出要求人大常委會釋法。但係3次釋法，一係就特區政府唔夠砌，揾阿爺幫拖，自行要求國務院轉呈人大常委會釋法；一係就係北京自行釋法。咁搞落去就真係100%，好似我哋頭先介紹呢個成語故事咁樣，黃台之瓜何堪再摘？香港嘅法治摘下就冇埋㗎啦。第二個要介紹嘅成語呢，就係唾面自乾。唾面自乾呢4個字其實都相當流行嘅，好多人都識用㗎啦。不過我又要講一個故事，呢個故事呢，就係《新唐書》嘅《劉思德列傳》裏邊有嘅，就係話咧呢個劉思德係武則天晚年一位相當識撈嘅丞相。咁啊有一次咧，佢細佬咧就要派去呢個代州。咁啊，向佢請辭嘅時候，佢就教個細佬為人同埋為官之道，就係要識得忍。個細佬就話：人有唾面，潔之乃矣。佢話如果我俾人吐督口水喺塊面度，咁我抹乾佢，咁算忍得啦啩？但係阿思德話：未也，潔之是為其路，正使自乾矣。喂，淨係抹乾個督口水係為其路，即係代表你條氣唔順，你一樣會激嬲嗰個吐口水喺你塊面嘅。